好，大家好，我是高辉老师，今日要来教大家要安怎制作线顶的 Google 表单。好来，这是咱入来的画面嘛，你先爱登入 Google， 然后试即个符号，试入来，你选表单，就入来啊。右下角遮有一个建立新表单，试入去。好，然后呢，咱会当先看色水。选一个图，比如讲即个好啊，凊彩选一个。好，即个色水呢会当调，比如讲我要即种色的，背景要即个较深的，每一个咱会当家己设定。即个表单呢，我家己号做4年啊，台语字尾考试应用。我进前伫中山，我读中山国小。佮有即个表单的说明，你通拍啥物时阵交功课，是要提册啥譬如讲2023年1月8号准时交，啥物时阵？下暗时6点准时交，你当甲因讲互清楚。暗时免登录就会当线顶填表单就是讲毋免登录第二串填表，这你嘛会当家己交代一下好，你嘛会当甲因交代讲，是一个期限啊啥物时阵交，安尼你较有法度去拍成绩啦好，安尼续来咱来看即个问题咱拢用选择题好啊范例是2条，比如讲第一条题目讲，请问红绿灯的台语要安怎讲第一，红绿灯绝对毋是即个啦青红灯你着互伊。第3要拍啥？绿红灯譬如讲安尼好。搁另外一条，你通考罗马字好请问火车的台语罗马字要安怎写？好，你互伊选。爱用台落火车。火车你当互伊选，火车。火车，这3种无共，一个火车，一个火车，无共，这着较难好，咱用2条来示范就好。好，然后呢，你会当伫设定遮，讲这是测验，讲这是测验。一条你通一个20分几分占你的评量的分数几趴拢会当设定啦就是讲问题你拢爱设定讲一定爱填，
啊无安尼就无法度知影讲因到底有忝啊无忝，你甲伊一个一个扭，你若学生有10班安尼足麻烦。好，差不多就是安尼，吼，啊，着互因忝，啊，即个要安怎送出，啊，搁有即个试一个吼，伊着出来啊，吼。啊，你会当甲即个表单呢送伊你的信箱内底，好，信箱内底，好，送出去。然后你迄个信箱的会当找着即个表单，安尼即个连结，哦，可能搁咧走。走一个好，好安尼，大概就是安尼啦吼，就是你会当吼，看一个好无？搁一摆好啊吼。好，安尼送出去，吼，搁用一遍吼，送出去，基本上会送到你的信箱内底啊，所以你毋免烦恼。吼，啊，这着互因忝，吼，着互因忝。啊，顺序其实会当互因黑白变啊。比如讲，你会当试即个，搁讲者即个试入去，伊个选项会黑白跳，吼，就是讲是即条内底伊会黑白跳，吼，所以你毋免烦恼。哦，有啊，有无？即个连结着伫遮，啊，你把它拍开，啊，即个连结，甲伊复制，吼，啊，你会当互导师，吼，互需要做平娘的即个囡仔，吼，差不多就是安尼。好，多谢大家。